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缀着400人，伊就甲囡仔分开，交互利亚、拉结甲2个使女，并且叫2个使女甲因的囡仔伫前头，利亚甲伊的囡仔伫后头，拉结甲约瑟伫真后头。伊家己伫因前头过去，一连7摆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伊哥哥。以扫走来迎接伊，将伊抱掉，搁揽着伊的蛤蟆棍，甲伊心喙，2个人就哭了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人囡仔，就讲：这个甲你同行的是啥个呢？雅各讲：这个囡仔是上帝施恩，互你的仆人的。怎呢？2个使女甲因的囡仔前来下拜，利亚甲伊的囡仔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甲拉结也前来下拜。以扫讲：我所拄着这个君托是啥物意思呢？雅各讲：是要伫我主面前蒙恩呢。以扫讲：兄弟啊，我的已经有够了，你的犹原归你吧。雅各讲：不然，我若伫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对我手内收落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，如同见了上帝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。求你收落我带来互你的礼物，因为上帝恩待我，互我充足。雅各再三咧求伊，伊才收落来。以扫讲：咱也当起身前往，我伫你面头前行。雅各对伊讲：我主知影囡仔年幼娇嫩，牛羊也正伫乳养的时阵，若是吹赶一天，群畜拢必死了。求我主伫仆人前头行，我要让着伫我面前群畜甲囡仔的力量，慢慢啊前行，直行到西尼我主迄边。以扫讲：容我甲军队我的人留几个伫你这里。雅各讲：何必呢？只要伫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。怎呢？以扫当日去行，回往西尼去了。雅各就往西挂去，伫遐里为家己去做房屋，搁为精生搭棚仔，因此迄个地方名叫西挂。雅各为巴旦阿兰倒转来的时阵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伫城东基达帐棚，就用100块银仔向示剑的老爸哈摩的子孙买了家帐棚的迄块地，伫遐里筑了一座坛，号名叫以利以罗欣以色列。